大家好，我係 Alice 方，歡迎大家同我一齊學習趣學粵語聲調初階指南 Fun with Cantonese Tones A Study Guide 粵語聲調入門解密九聲六調。各位粵語學習者大家好，你是否曾聽說粵語有9個聲調，因而感到有些困惑，甚至望而卻步？其實不必擔心，這套聲調系統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複雜，只要掌握其核心規律，就能輕鬆入門。第一節九聲實為6調。傳統上常稱粵語有9聲，但實際上這9個聲調中只有6種是獨立的音高模式，另外3種是被稱為入聲的特殊變體。它們之間的關係可簡單理解為粵語擁有6個基本調值，即6調構成了聲調的主體，其中有3個調值存在對應的入聲變體，這些音節發音短促，以 p、t、k 輔音結尾。由於入聲與原有調值音高相同，僅發音方式有別，因此合稱9聲6調。我們可以這樣比喻，6個基本調值如同6位主角，而3個入聲則像是他們的速讀版，音高一致，但節奏明快，收束跟隨。本節旨在幫助初學者放下對9聲的畏難心理，理解其內在結構。接下來我們將逐一認識這6個基礎調值的具體發音方法。